大家應該都知道日文嘅假名有濁點嘅可，即係右上角嗰兩點呢。其實佢哋同上次提到嘅清濁係完全對應嘅。我哋係靈知，今日嘅語言學知識係50音故事清濁對立。以加行為例，佢係讀加，而佢嘅濁音版加行就係讀加。可以睇到有濁點嘅就係冇濁點嘅濁音版，會見到兩者嘅發音方法，除咗清濁之外，即係聲帶有冇震動之外，係完全一樣嘅。我哋試下讀加同埋加，發音嗰陣脷嘅位置同埋口部嘅其他動作，唔可以話係大同小異，簡直就係一模一樣啊！同樣嘅情況亦都適用於沙行嘅沙對沙行嘅沙，同埋打行嘅打對打行嘅打。對於冇濁音版嘅，我哋都可以分析一下。啊行係零聲母，即係得元音。我哋知道元音係默認濁音嘅，所以 I、E、U、E、O 本來就係濁音啦，咁就當然冇濁音版啦。至於那行、媽行、呀行、拉行同埋哇、哦，佢哋都係以濁字音開頭，都自然唔會有濁音版。咁哈行呢？點解佢係濁音版？巴行唔係濁音化嘅哈，而係巴，而又得佢有半濁音巴行嘅呢？咁喺呢度就賣個關子先，下次再講啦，拜拜。